乡亲啊，溪头空气真好，真侪人爱去。也毋过园区的工作人员讲，有袂少的民众为着要省100-200块的门票，拢会行走票的路线。也毋过这条路线歹行个危险，有人行到毋知路，嘛有人行到跋倒，弄着手机流血流滴。 这位男子伊的头咧流血，坐伫涂骹，家己一个人行山路，找无路，佮跋倒，弄到手机，头壳受伤。这路线的话，非正规路线。咱来看所行的山路，入口无明显，就伫大路边，在草堆后面。我们俗称的所谓逃票路线。管理员讲，这条山路是当地农民开辟的，因行这条路上山工作，但是路况歹，淡果骨也佮有真侪石头，地面佮有青池，一无细致的骨头。 这个线路是之字形柏油路啊，之字形向上是缓缓上去，从这里直接上来，它都是直上直下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很陡。对山脚饭店行正规的路线上街头，将近3点钟，行近路会当先1点钟，也佫会当撇开卖票的所在，免门票都会当入去开头，但是近路无好行，佫危险，民众也是唔通为着要省钱去冒险。